李伯利一步一腳印來到金華市場拜票，親戚甲鄉親博感情，當中的攤商其實攏熟悉拍招呼，這個是伊的日常。李伯利形容一開始選舉是青梅唔驚青，第二位甲議員選舉雙雙落選以後，明白地方選舉需要長期經營，聽人民聲音，所以伊繼續學持續服務。雖然無正當的資源，但嘛凸顯無包袱，就是伊的優勢，要以素人爭取為民服務的舞台。我們真的是太外行了，所以上次選議員的時候，在那邊摸索完才發現還是有很多的盲點。但高票落選差了2000多票，無黨無派哦，沒有基本盤，所以落選完，我的服務處繼續在。我們的服務人員繼續服務，我們繼續學習，所以這幾年在南區安平的這些百姓、好朋友，他們都有目共睹，看到說哇，伯利攏無停，繼續在服務。在服務當中，我們就能夠更接地氣的、更了解人民的需要。當然，選民攏有疑問，李伯利除了努力佇幸福城市的發展、甲店市的動物保護以外，是甚麼款的信念，互伊無放棄堅持專政政治路？是因為我幫助更生人跟邊緣人有10幾年的過程，那發現預防勝於治療。實際上，一個人走偏了，你要讓他把他導正復歸社會穩定，要至少7年以上，必須要投入龐大的資源，但成功率極低。但在幫助他們的過程中，我發現他們的問題離不開3個因素：家庭溺愛、父母管教失當，還有缺乏陪伴。但這3個因素已經成為社會上的大數。所以未來許多的孩子普遍都有可能成為社會邊緣人的高風險族群。那我們唯有投入公共事務，才能夠在家庭跟教育上着手可以普及化的幫助到這些家庭。李伯利身為牧師，以基督教信仰行正直的路，步步安穩來展現誠實參政上有利的特質，更希望誠心感動南區安平區的選民來展現解決問題的決心。台南新聞阮子採訪報道。